in terminus. All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here.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our route number 19. 各位乘客，本班车已經到達安達城，請各位乘客下車，多謝乘坐至酒店。大家好，而家係朝早7:50，咁嚟到安達臣做咩呢？原來有新路線啦！過海巴士路線600，由九巴獨營，來往安達臣及中環、林士街，途經秀茂坪、寶達邨、港鐵藍田站、東區海底隧道、北角、銅鑼灣、灣仔、金鐘，只於星期一至五上、下午繁忙時間分別提供去程及回程服務。安達臣道發展區初期未有往返中西區的巴士路線，部分居民使用電梯往四順乘搭619等線，增加該等路線壓力。2018年6月，有區議員在觀塘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上，要求向安達臣增設相關服務。運輸署代表稱將意見轉達至巴士發展科跟進。九巴曾建議安排603線增設由安達臣開出的特別班次，經藍田前往港島，但未成事。2022年，為配合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，運輸署於該年度巴士路線計劃建議於星期一至五繁忙時間開辦路線，來往該區及中環、林士街，途經安禧街、安漁道、安健道、安秀道、寶林路、秀茂坪道、將軍澳道、東區海底隧道往返北角、銅鑼灣、灣仔。經過公開招標程序，運輸署於2024年8月下旬公佈由九巴投得。配合石礦場首個居屋項目安秀苑入伙，九巴宣佈於2025年3月開辦安達臣專線600，於繁忙時間為安達臣及寶達邨提供特快過海服務，並接通東隧轉車站，方便居民轉乘603等線更快往灣仔、中環，或613等線往港島東。此路線主力以零排放電巴行駛，推行綠色運輸。唯有別於原定走線，此路線開辦初期不經安禧街。2025年3月31日，600線投入服務。由安達臣開出之班次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朝早7點正至朝早8點正，20分鐘一班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服務。好啦，準備上車，睇下呢架車有幾快啦！痛哭的你，擁抱着痛苦的我，痛苦的我，悲傷的你，悲傷的你，感染着創傷的我，創傷的我，兩像突然沒收，突然沒有，浸沒了感受，似等過一息關上了門口。聽說過神愛很多人，很可能數我亦有份。我倆卻活到這世人，這世人不只是個人。我悄悄問我一生人，怎可能早注定餘生？雙眼內沒有神，凝望着你的淚人。弱小的你，弱小的你，牽掛着渺小的我，渺小的我。美好的你，美好的你，希冀着美好的我，美好的我。
去守候，到天光的一刻再向前走。聽說過神愛很多人，很可能數我亦有份，我倆卻活到這世人，這世人不只是個人。我悄悄問我一生人，怎可能早注定餘生？雙眼內沒有神，凝望着你的淚印。快樂那世俗裏的偏差，未來吧，二人負擔，不管你，不管我在哪。聽說過神愛很多人，很可能數我亦有份。你說你大概這世人放了神，一切是廢神，我會信任你一生人，總可能死裏面逃生。相信活着忍耐，捱過萬次的淚印。相信活着忍耐，捱過萬次的淚印。同坐電車中消閒，誰會知青蔥的歲月路程短暫？前路茫茫重溫邂逅的當晚，搭話外班，沒了半途失散過程，不可折返。想起你無聊玩笑各種小習慣，你語錄平復我心煩，笑喊一番。想倒退重回遇見你的車站，虛構得孤單，怎可再直接看清你童顏？亦是於一瞬間，我們未散。團聚平行時空中絕不失散，去路平坦，別像眼前感嘆，以為衝突破記憶那框框。想起你無聊玩笑各種小習慣，你語錄平復我心煩，笑喊一番。想倒退重回遇見你的車站，虛構得孤單，怎可接受到你跟我無關？路線有界限，不等於要散。我最怕運氣步步退減，惡性循環，離愁別緒都不足以扭轉軌跡折返，回復命運越來越慢。想找你閒聊近況，說聲不習慣。我每日懷念你刁蠻，受罪也好，現在太冷淡。假設從前獲送你於車站一去，能復返，可相擁多一剎，能聯繫多一刻，也別散。想跟你沿途美景都一起，把
感謝你收看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分享。